运！才下了登州码头就直接上官道，这群人到底去哪里了？真是一群废物，一个人都跟不到。黑凤，等会儿你走那边，我走这边，有消息立刻传给我。我就不信找不到猪丫头。可是少爷身边没人保护，黑凤担心少爷安危。论武功身手，这天下有几个人能是我的对手？你何须担心？万一朱姑娘真的是去找联谊客呢？你好大的胆子！黑凤只是担心少爷。哼，那就别多话，赶紧分头去追。诺。驾！驾！大爷，大爷，啊，好，都有，谢谢，都有，大爷，有，坐哪儿了？来，就这儿吧。这边坐，坐，来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两位要吃点什么呀？小二，哎，给我们一壶好酒，2斤牛肉。好，您先坐，马上来啊。哎，少爷，您给他们钱，他们不会对你更感兴趣吗？放心，我已经婉拒他们了，他们拿了钱都很识趣的。哦，哎，这龙虎客栈独在沙漠之中，又开赌坊又是妓院，这来往的客商歇息个1-2天，经不起赌博和美人的诱惑，难免多多少少都会掏些银两出来。开着客栈的真不简单。这家龙虎客栈的掌柜啊，是个女的，叫金仙玉。这金仙玉靠着在这里做这些生意，得到了来往商客的消息，于是暗地里也做起了情报买卖。他把情报卖给官府，卖给强盗，也卖给各地的悍匪，左右逢源呐。于是，在几股力量的牵制之下，这龙虎客栈也算是屹立不倒呢。哇，这么厉害，真想见见这个金仙玉。耶，啊抓住，千万别招惹他。你想啊，这沙漠多悍匪，金仙玉一妇道人家，竟敢独霸着龙虎镇的生意，自然也是个狠角色啊。而且他比较喜欢赚稳妥的银子，只不过不轻易下手抢劫罢了。哎，那刚刚那些女人你看不上，金仙玉这么厉害的角色，你总看得上吧？我把她聘来给你当老婆。这种玩笑开不得啊！怎么了？你一副被吓坏的样子。哎呦，我真是越来越好奇了，这个金仙玉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哎呦，金仙玉。哎呦，这不是瘦瘦吗？哎呦，金姐，好久不见，在下有礼了。哎呦，好标致的人啊！瘦瘦啊，你这总管过得可是滋润呀！虽身材这么美的人，简直比女子还漂亮，好亮的眼睛呀！金姐，哎，这是舍妹，你就别再问了啊！哎呦，姐姐和他开玩笑呢，何必当真呀？你好大的力气啊！我的手柔弱无骨，哪经得起你这么大的力气啊？哎呦，金姐，多有得罪啊！好了，不怪你了，瘦瘦，你这次来是专门来看姐姐的吗？是的。是吗？金姐，哎呦，金姐这边站啊！姐姐这里利润薄，你可不能下场子赌啊！哦，金姐放心啊，我们明天一早呢要赶往西楚州，就住1晚就走，绝对不赌啊！不赌。那行，那你们好吃好喝啊！姐姐啊，可就不招呼你了。小六子，哎，金姐，给这2位啊加一壶好酒。好，安排2间上房。行，没问题，免费啊！我这就去办啊！多谢金姐招待，谢谢金姐招待。我的妈呀！这个金仙玉真厉害，
眼就看出我是女扮男装了。瘦瘦，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你以前是不是赢过他很多钱啊？他就怕你上场啊？呀，这话说的，我朱某出手焉有不赢的道理？是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赶紧吃饭，吃完饭休息。我们不宜多过暴露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。好嘞。哎呀，真是吓死人了！天哪，哎。哎呦，公子这么晚进店，想必是要住店是吧？给我安排一间上房。这可巧了，今日的上房呀，可都满了。公子来呀，即使满房，我都给你安排一间。公子，你随我来。老板娘，这几天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？哎呦，这好俊俏的姑娘呀，没见过。公子要是找不到她，我们店倒是有几位姑娘。公子您可……不要，没见过就算了。苏领我回房间。哎，好嘞。我想休息。公子您跟我来。谁？夜深寂寞，公子可需要找个姑娘来陪呀。啊，金姐请进。公子可需要啊？啊，哎呦，金姐，你这嗓门这么大，整个客栈都能听见了，这叫我明日如何出现在我舍妹面前啊？哎呀，那都是说给他人听的。为了防止他人起疑，我半夜来敲你的门。这几间房间我挨个敲了一遍。有何事啊？这件事吧，本来轮不到我管，但是念在我们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我才来好心告诉你一句。方才客栈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，眉清目秀的，一身富家公子的打扮。他好像是在找什么人。那然后呢？然后，哦，哎呀，金姐，他在打听你和一个姑娘，那个姑娘长得，我看很像令妹。他还让我帮他留意一下，他还给了我5000两银子呢。哦。哎呦，金姐，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请笑纳。哎呦，瘦瘦哎，当了总管就是不一样了，这出手啊可真大方。哎，叔叔，你为了那个姑娘肯花这么多金子，难不成这是你拐的媳妇儿要私奔？哎呦，金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这个公子恩怨呢，你还是不知道为好。哈，金姐，据我所知，金姐的客栈里好像有一条可以逃出去的通道。
还望金姐可以成全。哎呀，你说我收了你的金子，肯定要帮你办事的呀。你先去叫醒令妹，然后紧随我来。好。慢点。你慢点。啊。真讨厌！那东方石怎么像个跟屁虫似的，甩都甩不掉？他怎么没去京城啊？难道他没上小夏的当？金姐，慢点。朱少啊，快拉我一把呀！来，快！你们快走吧，他肯定追不上来的。金姐，这次谢谢你了，谢谢。走，快走。走。你去通知三爷，说来了2只肥羊。这个都是老熟人了，让他下手轻点。诺。哎呀，瘦瘦呀，谁叫你当年从我这里赢了好几10万两银子？老娘我可不做亏本的生意，今天可要一并讨回来了。驾。玉，哎，小姐，别打瞌睡啊，容易从马上摔下来。哎呀，朱寿，我们还有多久到下一个客栈啊？赶了一晚上路，应该甩掉东方石了吧？哎呀，快了，应该不超过10里就有客栈了。打起精神来，驾，走。老板娘，这么晚了，出来赏月啊？哼，哎呀，你们这个客栈的密道可真难找，聪明如我都得找老半天才能找到入口，看来耽误了点时间。告诉我，是什么样的贵客，得劳驾您亲自送啊？公子，我也是被逼无奈的呀。他们都会武功，我一个女人家子的也反抗不了，所以我只能带他们从这条密道离开了。他们走多久了？哟，二位，快，2间客房，快！好，没问题。蓝牛，哎，来，带这位公子上东房去。快去，客官这边请。哎，这位客官，来，您到这边来。你刚才说是什么要一并给讨回来？我什么都没有说呀，公子是不是听错了？是吗？
你若再说一次话，我便再断你根手指。本公子可没有什么耐性，如果我是你，就乖乖的把实话说出来。说。阿朱啊，吃午饭啦？不吃了，我要睡觉。子怡，准备一下，见机行事。老板，哎，给我切2斤牛肉，1壶好酒，再来几个你们家的特色菜。好嘞，您稍等，马上就来。老牛，哎，赶紧给客人上菜，快！好嘞。怎么午饭时间一个人都没有呢？老板，哎，那个把我点的酒菜送到小四的房间里去，他还没起来，我去再叫他。哎，好嘞，没问题。好。阿牛，这小子发现不对劲了，告诉兄弟们，让兄弟们准备好，别让肥羊跑了。快去！阿朱，阿朱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别吵我！起来了，快！怎么了？东方石追上来了！不是东方石，是我们进了黑店了，赶紧跑！穿鞋，赶紧穿鞋！怎么会这样呢？快！客官，您的饭菜好了。这是干嘛呢？快！那边，快！把门给我撞开！住手！走啊！小姐，快走！我拦住他们。要走一起走。你不要管我了，我也不法脱身，你快走啊！走啊！你们不要过来啊！不要过来啊！我不杀！走开！不要过来！杀死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来，过来啊！啊，我扎死你！找死你！那丫头应该没跑远，你们两个去，给我追！不用追了。你们绑人不就为了银子吗？我给，你们也不用再费心去追刚才那位小姑娘了，她的份儿我一起给。50万两够不够啊？50万，真是个肥羊，一开口就是50万两。你用银子当暗器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果然是财大气粗，像你这种人，最少也得给我们兄弟每个人50万两银子。那丫头现在还没跑远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现在就派他们把她抓回来。呸！人心不足蛇吞象啊！50万两还不够，就你们几个人，得绑多少人才能凑这50万两？心里没点数啊？识相的话，就赶紧让小爷写信回江南家里要钱。
别再讨价还价，免得我一拍两散，咬舌自尽，你们1两银子都拿不到。你以为我三爷是被吓大的？你赌一赌啊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三爷，50万两呢？哼，赶紧给小爷好吃好喝的伺候起来。我要是瘦了1两，或者掉了1根汗毛，你们就别想拿到钱。再说了，都是生意道上的人，讲究和气生财，是不是？就这么舞刀弄枪的，真要把我伤到了，你们谁负责啊？好，50万两就50万两。你最好别给我耍滑头，记住，你现在是我的肉票。如果你再敢给我叨叨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了，一起带回去。好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。现在立刻去给我写书单去，走。我被西楚州边境的三爷所掳，磨磨唧唧的，赶紧写。今要50万两赎银。不丫头！金老板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挟持金老板独闯我客栈！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放了金老板。有没有抓到一个胖子和一个做男子打扮的清瘦姑娘？哼，抓了又怎么样？放了金老板，再自断一条手臂，我方能饶你一条性命。要不然，你休想走出我这道门。是吗？三爷，三爷，快放了他们，千万别惹这位公子生气。放了他们，他们可值50万两银子。金老板，你放心，如果他现在杀了你，我立刻替你报仇。你这龟孙儿，这肉票也是老娘介绍给你的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杀了他，我以后我就跟着你了。那你们就一起下地府做对同命鸳鸯去吧。好。哎呀！公子饶命！公子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公子！把你们抓的人立刻给我放！这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！你还敢耍我？公子饶命！在这儿呢！这胖子呢？这公子刚才还在这写书单呢。公子，我绝对没有骗你啊！我真的没有骗你啊，公子！你就抓了那个胖子，那个丫头呢？啊，不是，那丫头让胖子拦着我们，把他给放跑了。是吗？这真的。哼，谅你现在也不敢骗我，你应该庆幸你没有动猪丫头一根汗毛。这真没动过，公子。否则我就把你这客栈夷为平地。去把客栈里跑最快的一匹马牵过来。快去！我现在就去。驾！驾！奇怪了，朱寿怎么还没到呢？该不会是被他们抓住了吧？哎，喂，朱寿！驾！哎，怎么那么眼熟？驾！不对。
玉，扎头，好久不见。东方石，哎呀，好巧啊！竟然在这儿碰到你啊！见到我这么开心啊？不是一直想甩掉我吗？我为什么要甩掉你啊？难不成我想离开苏州出来玩玩，还得向你报备？来这种地方玩，你不是来想赚钱的法子的吗？这怎么？怕我知道坏了你的好事啊？哪有什么赚钱的法子啊？我就是想出来见识见识。那1两赌坊的50万两银子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东方家和1两赌坊是什么关系啊？是我东方家的产业。什么？苏州最大的花坊是你们家的，随州最大的赌坊也是你们家的，就连我们朱府也欠着你们的银两。东方石，你们家是有多富啊？所以我根本不在乎你还不还钱，但也绝对不会让你还得起。朱丫头，东西该还我了吧？你什么东西啊？牌庄糊涂，令牌。哦，那个东西啊，那天啊，在你家地上捡到的，一时忘了还给你。哎，这东西看来来头不小哦。这个呀，当年成王家有难，东方家曾经帮助过他。成王爷为了感念，特地赐下这块令牌。我家祖辈就一直当做传家之宝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朱丫头，接下来想去哪里啊？我陪你吧。既然已经被你看穿了，那我也不瞒你了，我就是要去西楚州最大的赌场萧金窟弄点银两。连我想弄点小钱，你不会也想拦着吧？萧金窟？嗯，我是怕你会输钱啊。那是我的事，你别在旁边搞破坏就行。不过东方石，你在去萧金窟之前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小忙？要我帮忙，很贵的。1万两，你帮我去附近的黑店，把朱寿救出来。就1万两，不过是你陪我吃2顿饭的钱。朱丫头，你也太小气了。而且你要我帮你这个忙，很不容易啊。凭东方公子的功夫，难道连这点小事儿都办不成？难不成东方公子不敢？这么胆小，你有什么资格娶我啊？激将法对我没有用。朱丫头，要是朱寿被擒，恐怕你现在见到我，就得用这短弩对付我了。我没有武功，我这玩意儿是防身用的，哪敢用来伤你啊？再说了，你武功这么厉害，这小东西怎么可能伤得了你？你倒是有些自知之明。别啰嗦了，东方石，痛快点！你到底愿不愿意帮我去救朱寿嘛？朱寿已经自己逃跑了，不过他没有我聪明，没找到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太好了，他找不到我，肯定就会去西楚州。我跟他约了，要在萧金窟碰面。你自己一个人能走得出去吗？你应该没有来过这片荒漠吧？西楚州的这片大漠广大无边，每年不知道吞噬多少经过这里的人。或许好几具被风沙掩埋的尸体，在你的脚下。你们瞎讲我，你心里不舒服是吧？我和外公曾经走过这里2趟，了如指掌。我当你的沙漠向导。丫头，你可跟紧了，要是遇到沙漠中的沙匪，被他们抓进寨子里，这些沙匪常年不见女人，
你被抓进去就像一头小绵羊抓进狼窝里面，肯定被他们吃得干干净净的。快走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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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啊！这不是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吗？可能走偏了吧？你不是说你对这里了如指掌？我的意思是我比你熟悉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早知道就不跟你走了，还不如我自己走。等着吧，到了晚上顺着北斗星的方向走，肯定不会错。走吧。这样。抓他！抓他！这样。糟了，水和干粮都放在猪兽的包袱里了。唉，这天气可真热。唉，抓头，你口不渴吗？怎么没见你拿水出来喝啊？刚才从龙虎客栈出来，走得急，我的水和干粮都放在猪兽的包袱里了。不知道东方公子会不会刚好有些水可以分给我啊？沙漠里的水可是值千金的。猪丫头打算花多少钱买这一袋水啊？东方公子，真不愧是精明的生意人啊！在这广大无边的沙漠里，只有我们两个，你还不忘做生意啊？佩服，佩服。彼此彼此。那东方公子打算卖多少呢？你从1两赌坊里赚了我50万两，我不用这么多。这一袋水，卖你10万两就行。你怎么不干脆去抢啊？是比抢得快一些。100两，多了没有？10万两，少1两也不卖。 100两足够你喝10辈子的水了。可惜你现在人在沙漠，买这么一袋水就是得花10万两。200两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对我撒个娇，这袋水就给你了。哼。唉。 喂，不卖拉倒！我就不信少了那袋水我还能渴死。抓头，就算没水喝，你也别挖坑啊！把自己埋进去不会比较凉快，还流一身汗，得不偿失啊！想渴死我，没那么容易。 我跟九叔又不是没经历过干旱，这种干旱地区的植物啊，根部特别会储水，只要能挖出来，总会有水喝的。这下面的水能喝吗？解渴足够，不过就是有些味道罢了。东方使，你真当我是千金大小姐啊？哼！
好了，别挖了，给你200两，多1两都不给。1两都不用。朱丫头，你舍不得花10万两银子就算了，你竟然连撒一次娇都舍不得。你明知我对你有意，只要你对我撒个娇，我整袋水都能给你啊！哼，这样不是也喝到了吗？切！哎呀，睡觉喽。哎。这个猪丫头，不知道是算准了我会给你水喝，还是真想挖出根来喝水。猪丫头，这么快就睡着了？哦，我给你水喝，你还想杀我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睡迷糊了，忘了是你在我身边，下意识就……真的？我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这一路担惊受怕，一直被人追杀。好了，别害怕，有我在这里守着，没人能伤害你。怎么感觉他好像又没有那么讨厌了？不行，花不行，你不要被他3言2语蛊惑。想想他给云郎下药时那张丑恶的嘴脸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！我，没被遮到吧？傻丫头，我追你追得急，身上没了药材，你要是再扭捏，这只腿我不一定能保得住。毒性不会扩散了，朱丫头，没事了。对不起。啊？爱你的嘴巴也中毒了。我嘴……没事，我以前嫌我嘴唇太薄，现在这样刚好。怎么了？我是不是更俊俏了？还行吧。这样能不能配得上你啊，朱丫头？走开！我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的。好丑的嘴！你再看我一眼。不要！终于到碧螺天的入口了，只是我低估了皇帝对我们的戒备心。这间屋子大概有10几个人守着，而且个个都是武艺高强，暗处还不知道有多少个呢。皇上对我们盯得如此之紧，大哥，我们恐怕很难有机会找到去碧螺天的入口了。怎么办呀？我偷了那神秘人的半张地图，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，他一定会在碧螺天的路上布满重兵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正好可以利用皇帝的人来对付他的人，我们再趁乱打开入口。希望如此吧。主上，前往鬼谷的路上突然来了很多人，我们的人无意间看见了他们的腰牌，好像是宫里的。宫里的人？
我本以为是七王爷的人，没想到居然是皇帝身边的人。看来这件事情比较棘手了，马上通知马大胡子，让他去小穴里埋伏，那里是通往鬼谷的必经之路。诺。这样跟着他，真的能找到吃的吗？要我说，还不如抓来烤了吃。啊，我好久没吃蛇肉了。一条沙蛇能撑多久？我们水袋里的水只能撑半天，而且里头都是沙子，难喝死了。一定要找到水源，或是替代水的东西，要不然这么大一片沙漠，再撑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要化作2具风干的尸体了。抓到！虽然我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或许能同年同月同日死。